若是你要甲囡仔讲单程铺，你会使安尼甲因讲。有一个真温柔、真趣味的老爸，伊的名就叫做单程铺。伊是一个画家，伊一个人踮日本学画图的时阵，虽讲是甲囡仔分开，毋过伊会照代囡仔的个性甲年岁，真足选光批，一人一张，寄转去台湾互因。踮上海艺专教册时，伊下班转去厝里，逐袋仔内底定定拢是糖仔甲佚佗物仔，三囡仔互伊人甲叽叽叫，笑嗨嗨，伊家己嘛真欢喜。伊画图的时，毋若袂嫌囡仔会甲伊吵，颠倒是定定甲囡仔带伫身躯边，对伊去写生。受到伊的影响，伊第二个查某囝单碧女真少年，就决定要甲伊的爸爸单程铺共款，做一个专业的画家。228的是，热心的单程铺甲另外几个人做伙去请中国兵，莫阁伤害台湾人。无意外，因竟然现场就互中国兵掠去关啊！互关伫监狱内底的单程铺，渐渐知影家己无机会阁见着厝内的人。伊赶紧找纸写遗书，互厝内的某囝。有一点，伊写着碧女婚姻天机自由，这是因为碧女迄时的男朋友是中国人。228事件可能会互厝内的人对伊有意见，所以请厝内的人互碧女家己决定家己的未来。3月25迄天，碧女甲弟弟丁光两个人伫家己家仔头下性命约伫大拖拉久，因为因上好上亲爱的爸爸就踮迄顶悬。车驶到家己火车头前，总算停落来。毋过，这毋是往回的车班。单程铺互人用门板扛转去厝内的时，身躯顶的西米露加几若个称子空。滋味、碧女甲丁光，一世人拢无法度阁甲爸爸做伙画图啊！原底要做专业画家的碧女，就安尼，一世人都无阁画过图。